首先用公鸡的血准备开光。所谓鸡鸣一声天下晓，公鸡的鸡冠血是最富于灵性的。尼龙经过刺点以后，就成为一条活的龙，从此龙神安定。刺点的时候，道士所说吉利话，而后面的驼人也齐声应和，代表大家表达寺庙完成以后的一个愿望。过去寺庙都是木结构，最怕蛀虫，所以就遗留了这个习惯，采用陶工柳箭射五方的虫害。现在虽然是钢筋水泥，还是保留了这一项遗艺。紧张的时刻到了，道长要郑重的把白虎星君、把白虎煞神要送走。